各位，今日咧我咧就講向量分析同埋力嘅合成、運動嘅合成，我就拉埋佢一齊講啦。即係我咧就選咗一首歌叫做《分飛燕》同埋《帝女花》，即係呢啲係其實係我哋即係粵人好優秀嘅文化嚟嘅，即係唔似有啲普通話嗰啲文化係嘛？咩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我哋唔係嘅，係嘛？我哋就算係做分飛燕啊，都係互相忠誠於對方嘅。咁我點解用分飛燕呢？咁因為即係兩隻燕飛開嘅時候咧，就好似兩個向量咁。但係距離咧呢兩個向量咧，佢又可以合成同一個運動嘅。點解咁講咧？即係所以呢個好似嗱，比如講佢一個小球，大家睇到嘛？即係一個小球，咁佢向呢邊有一個速度，向下又有一個速度，向下又有一個速度嘅時候咧，咁呢兩個運動咧，佢就會合成一個運動。我哋可以用平行四邊形法則將佢合成嘅。佢就可以合成一個咁嘅嘢，一用即係呢兩個運動咧，就可以合成一個咁嘅運動。咁嘅話，我哋喺宏觀世界裏邊睇到嘅效果咧，就係咁。個小球咧就係拋物線咁落，就造成個拋物線咧。個小球啊，就好似拋物線咁落嘅。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到呢啲運動好似好複雜咁，即係哇乜點解拋物線咁落呢咁？但係其實咧就係因為佢呢個運動啊，就可以分解成兩個運動之和。只不過呢個係質量和嚟嘅，即係向量和。佢係一個咧就係水平運動嘅，一個咧就係往下嘅運動嘅。咁佢水平運動個速度咧就視為不變嘅，咁具體點樣計算咧？我哋會喺下一節再講。即係我而家再講下力嘅合成。力嘅合成咧都係用，因為力都係向量，所以咧佢一樣係用呢個平行四邊形法則。例如我兩個力係嘛？呢個 F1、F2， 嗱，佢兩個力咧，佢一個就 F1，一個就 F2，咁佢就合成一個總嘅斜斜地往右上角嘅嗰個力，總嘅 F。佢呢種現象咧，實際上就係有啲似我哋喺河中游水嘅情況，即係我哋一味游啊，往岸上游，但係水咧對我嘅側身又有一個推力，咁所以啫就造成咗我咧就變咗即係實際上我即使係即係向住對岸游都好啦，我個到達嘅地點咧就實際上係斜斜地嘅，即係好似呢條係河咁，即係呢條係河，我喺呢度出發。即係好似呢條係河咁，嗱，同應係呢條係河，我喺呢度出發，我咧就去到呢度嘅，我最後我游嘅時候，即係雖然我係一味往住對岸游，但係最後我就行咗去嗰度嚟。咁一個就係因為係有兩個力嘅合成，一個就係我自己往對岸游嘅力，一個就係個水對我嘅推力，所以造成咗我斜行。呢個咧，呢個小球咧，個情況咧，佢就唔係兩個力，佢只有一個力。即係我哋用翻格尼法受力分析，我哋格尼法受力分析嘅時候咧，呢個小球實際上佢喺整個過程中咧，佢只係得一個重力嘅啫。呢個重力所以就對呢一個即係個垂直嘅分力，個分速度啊，垂直嘅分速度就有一個加速嘅作用。佢有一個重力加速度俾佢。但係佢喺一個水平方向上咧係視為冇力嘅，
即係假如我哋忽略空氣阻力咁計啊，所以就造成咗佢整個嘅運動路線咧，就係一個斜斜地嘅路線，嚟嘅。呢個垂直方向嘅力咧，我哋就可以用一條，即係我哋上一節講過嘅公式 S 等於 V0T 加1/2AT 嘅平方。我哋假設佢個垂直方向初速度係0，初速度係0嘅時候呢個 V0 就係0。即係如果假設佢係水平打出去咁計啊，即係好似子彈咁打出去啊，咁嘅話咧，佢個 V0咧，大家睇到嘛？即係個 V0啊，即係個 V0咧就係0，所以 V0T 就係0。咁嘅話咧，佢就變成 S 就等於1/2AT 平方，AT 平方。咁啊個 A 咧，實際上就個重力加速度 G， 所以成條方程咧就變成咁。成條方程就變成咁，係咪？就變成個 H 就等於1/2G 平方，即係個 H 就指呢個高度。咁佢從呢度去到呢度，個水平距離佢行咗有幾多咧？實際上就由個時間嚟決定嘅，因為佢喺水平方面上係冇受力作用，所以佢個水平方向嘅距離就係 V0 乘上個 T， 就係 V0 乘上個 T， 唔係 VH， 即係佢個水平方向嘅速度，就水平方向嘅速度。佢呢個就係佢有個計算，個 T 點計咧？咁個 T 就通過測量個高度 H， 跟住反解出個 T， 反解出個 T， 跟住個 T 咧再代入呢度，我哋就可以計出水平距離 S 啦。咁具體呢個嘅計算咧，比如如果有時候佢只係俾出呢個速度咁計啊，即係呢個總嘅速度咁計啊。佢俾一個總速度嘅時候咧，喺呢度我哋就要用一啲三角號啦，即係比如嗱呢隻角係西塔咁計啊，呢個西塔咁計啊，係嘛？即係隻角係西塔，咁佢就將呢個總速度就乘以個 cos 西塔，乘以個 cos 西塔之後咧，就等於佢乘以 cos 西塔之後就係佢嘅垂直速度啦。佢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主要內容，就係一個就係向量嘅合成，速度嘅合成，同埋一個力嘅合成。好，下次我打算講下物理學史唔知大家即係中唔中意啦。好，係咁，今日拜拜。